好，我今天要介绍如何把磅秤的数据传送到 Excel 格式里面去读取。那今天做蓝牙的方式都是中间都无线。那蓝牙模块这个会有两个，一个是接在电脑的主机里面，那一个就是磅秤端。那我现在把它打开，开始闪烁。好，当常亮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抓到，已经配对成功了。那我们就连接在磅秤后端，开机。好，开机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我们要先下载一个软体，这个把它打开，好，把它打开，按 Start 开始，好，这个把它缩小就可以了，好，按 Start，Start 开始这样缩小 ，Excel 格式把它打开，那我们那个滑鼠点到哪里，它就会传到哪里，所以我们从第一个开始。那这个内容也可以自己编辑。那我们现在原先传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子。我们当一个重物放上去，放上去之后，这个稳定符号出现了，我们按一个累计键，就是传送键，好，它就传送一笔重量在这边，就传送那个序号日期、重量都在这边。那我们今天放第二笔。一样，我们今天放第二笔，一样的模式操作，我们再传送一次，它会自己跳到第3，所以以此类推，今天11月30号，所有的内容都会在这边。那我们要做储存动作，就一样，把它直接储存，把这个 Excel 格式储存，这样就可以完成。